开3.1亿改善的中华新港滨二路，去年底完工通车。不过，伫咧车路中央的广场却是无上也无设施，所有民众去遐披萨、拍面皮。负责接管的公所就表示讲，目前因只是干那代理管理尔，也那这部分呢，因会甲县政府做伙来规划改善。广场中拍着几啊层面皮，结果直接挂伫咧树仔的架仔顶悬，边就是车辆通行的道路。中华新港的滨二路，中这个16公尺宽、2公里长的广场，因为长期放伫遐拢无使用，民众规期当做家己厝的拍沙场。因为那边没有什么用处啊，只有晒衣服啊。他们晒棉被也是觉得一种浪费啦。对呀、所以你们要建设好就不会晒棉被啊。这条滨二路经过3年的工期，去年10月才通车，开了3.1亿。原本打算规划做观光廊道，再伫道路中央规划广场。不过民众表示，广场并无任何设施，就连食一个所在嘛拢无。最近天气非常热，根本无材料久留。寒天东北气风嘛伤强，认为实在是浪费钱。起码你讲无障碍啦，你做啦，谁会来啦？伊要来遮看电影，看什么？想好，看要做什么改变，要有什么作用再来做。中华新港乡公所表示，虽然改善工程完工，不过欠水欠电嘛无设施，以公所的财力无法度来维护，目前只是协助管府来代管，暂时无接管的意愿，嘛就会跟管府来研议，先就相关的设施补助改善的经费。公所当然在接管之前希望可以再跟县府这边沟通，然后争取一些经费。修改的钱是请工业局出。未来维护的钱如果不足的，县府就会补助这样子。中华管府表示，这项改善的工程是由经济部工业局来发包，卖甲公所讨论改善的计划，完成改善了后，再进行相关的接管作业。记者中华采访报道。